看那天氣不斷變幻難測，你知道嗎？長期降雨不穩，人自旱災來臨，你害怕嗎？趁早應珍惜你和我的家，某天水會用完，時間不會等下，記得去愛護資源，你我應慳。各位要改變此刻的壞習慣，長開水後，讓洗碗水有如洪流，浸浴水享受，但是有一些水源還未夠。如你願意，日日節省10公升，拯救地球，齊來同心去響應。莫待天然之水，無謂等耗盡了得兩行眼淚。如你願意，沐浴最多4分鐘，舒適之際，無望食水最矜貴，循環用水能